带领阮众兄弟，过一摆来到你面头前，阮用虔诚的心来敬拜你，求主你会能降临伫阮中间，带领阮今日聚会，互阮伫老师的讲道中间会当明白主你的旨意，嘛引传阮众人行主你爱阮行的道路。阮只是要开始今日礼拜，阮将今日礼拜恭敬奉献伫主你的面头前，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好，兄弟姊妹平安。平安。好，天气真正好。来，咱来唱这首诗是新圣诗的第108首，咱先来听一遍。内底歌词讲，伊来唱仁爱，伊捌我唱仁爱，伊死唱仁爱，伊搁我真甜情。这仁爱要延续，就写做歌来唱。你甲我同做歌手，好，来，咱做伙来唱第一节。请咱这首歌其实是一个纽西兰的作曲家，吼，嘛是诗人，啊，伊嘛是圣乐队的指挥，啊嘛是琴手，吼，所以伊伫圣乐队做指挥做40冬，吼，啊，伊嘛是一个英国的文学家，吼，所以伊写歌这么简单，你看点啊唱，你会发现歌词大概拢共款，吼，啊，就是主耶稣伊来唱仁爱。唱信心，好，过来咧，唱望，唱和平，好。但是你看哦，伊来唱的意思是，伊带来这个世间，伊要带互这个世间仁爱、信心、望甲和平。总是伊有死，伊有过活。这个时阵，伊已经无甲咱三角地地。安尼，这个歌想要继续甲伊唱落去，就是讲，这内底写仁爱、信心、望甲和平，咱要安怎继续会当主要说死搁活了，咱搁继续甲唱落去。所以伊会写伫遐，伊搁活，毋是迄种安尼哦，伊要众人同在哦，轰轰烈烈迄种，毋是，是真恬静。为着要洗清咱的罪过，死伫十字架顶搁活上天，这个时阵已经无甲咱伫地，所以你会看这会停一拍，好，所以听咱爱个伊搁活真恬静，休一下，思考一下，好，咱来思考一下，所以想要继续甲这首歌继续唱落去。好，伊讲，所以咱就做要甲这首歌延续落去，咱就要甲伊写做歌来吟。啊，谁人要做歌手？你甲我，咱做伙甲耶稣来同做歌手。咱搁唱又唱第一节咯，来，伊来就仁爱，伊拜我就你仁爱，伊死就仁爱，伊甲这仁爱要延续，着写做歌来唱，你甲我。第2节，伊来唱信心，伊拜我唱信心，伊死唱信心。
梦，第3节。伊来唱毋梦，伊摆我唱毋梦，伊死唱毋梦，伊甲我真恬静，因山着水开我来去，伊甲我当作第4节。伊来唱好朋，伊摆我唱好朋，伊死唱好朋，伊甲我真恬静。这好朋要演煞着啥做歌来唱，你甲我当作歌唱。好，这时间咱用5秒钟。点睛想一下，你有信心，你有愿望，你有忍耐，你有和平，你有决意要甲咱的主耶稣继续来唱这首歌无？好，咱展开吼，期待咱真正会当甲咱的主耶稣同工，咱来唱忍耐，咱来唱信心，咱来唱愿望，咱来唱和平，吼，真简单，但是真有气力的一首歌吼。好，过来咱来吟第2首402。这是一首咱们识的歌，这是印尼的歌，吼，印尼，所以其实伊内底有副原文，你看下底迄个较细字的，其实是印尼的原文吼。所以若会当唱。若是会当唱原文，你的厝边头尾若位印尼来的人吼，这是因咱们普遍的一首歌。啊，谁作曲的，谁作词的，毋知，吼，都是伫人间流传吼，真济人真爱唱的一首歌，所以咱做伙来唱这首。阮求主的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梦到早起来行，恳求你给我大脚步，假使我言行欠比是正，赞我他你遵守你改变，互我伫黑暗中做光点，做车引带失败的人。这是我人生必经历。感谢主吼，人拢都无家己的拍算，吼，总是敢若有耶和华会当引带咱头前的路。吼，感谢主，伊的话要成做咱路上的光。路上的，我大概拢甲这两句话讲袂清楚。路上的灯，地上的光，讲袂好势。对咯，什么呀？是黑暗中要做光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啦，嘿啦，就是安尼两句，大概我拢讲啊，蓝参参啊吼，就是这2句哈，它可以成为不要紧讲无清楚吼，迄光嘛是讲款讲清楚哈，会当引带咱头前的道路，所以咱人拢咧度无咧拍算咱的未来，但是敢若耶和华伊会当引带，伊会当。指示咱头前的道路，咱搁来唱一届，而且咱会当把你的心摕出来，甲咱的耶稣耶稣同心、同和平、同来陪伴唱这首歌。恳求主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大脚步，假使我言行欠比是正，赞我他你遵守你改变，互我伫黑暗中做光点，最彩引带失败的人，这是我人生要前吧。咱搁唱一届，请你细声来唱，互主耶稣，互咱耶和华的光真正来照光咱头前的道路。恳求主
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给我大脚步，早日行家行欠必是正，让我带你遵守你改变。是白的人，这是我人生。好，请咱暗堂用五秒钟来陪伴咱的心，来进入咱今仔日的礼拜。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请咱做伙来吟新圣诗第108首，伊要来唱恁来，伊要来唱恁来，伊要活地唱恁来，伊死唱恁来，伊搁我真恬静。这恁来要演煞，就写做歌来唱，你甲我同做歌手，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当作我
请坐。这是咱用主所教示咱的祈祷文来祈祷，请。愿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实，你的国宣告，你的旨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的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做伙三角来启用，伫新圣诗后面，咱要看的启用文是第30篇。启文第30篇就是诗篇121篇，咱做伙来启用。我夜头看山，我的帮赞对上主来，伊袂互你跋倒，以色列的保护者袂遁面，上主是你的保护者。你是日头袂伤你，上主会救你脱离逐款灾难。日出日入，上主会保护你。咱同心来祈祷。至关荣耀的上帝，愿荣光拢归伫你。阮的喙爱出声来学了你，阮的心就爱欢喜来感谢。阮的性命才能是主你所赏赐的，阮真是爱谦卑来敬畏你，爱尽力做好阮做人的本分，来将这个世界管理好好。当阮有误用你所赐的文书的时，请你赦免阮，也救阮脱离凶恶，无互罪恶捆绑。阮知我靠上帝恩典，阮一定会得到自由甲平安。伫昨，阮已经完成2026年度的教会事工的计划。阮将未来一档所设备、硬体更新，也是阮生命软体建造等等，拢交托伫主你的手中。祈求上主的圣灵来引带，无教野的所在，随时差派天使来提醒甲补足，也引带会友用欢喜的心来参与所有的礼拜、灵修、团契等等的事工活动。也愿上主感动搁较侪会友愿意来投入教会的服侍，做伙来扶持成长。愿上主眷顾阮手所做的工，阮手所做的工求主来坚固。今仔日是大神的纪念主日。新学院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就是未来带领教会牧养信徒的领袖。新学院发展的好甲歹，是大大影响到各教会。恳求上帝赐下智慧，予台湾新学院的董事会、院长甲老师，伫因做决策的时，心中有清楚上帝的旨意；伫训练学生的时，用贴心甲真理来温教导。互每一位新学生接受完装备了后，是一个尽忠做上帝工的仆人，是为基督拼命战争的勇士。伫阮的中间，若有身体欠安有病痛的，求主请你来医治；阮心中有烦恼的，求主亲自来安慰。阮将这个拢摆咧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列王记上卷18章，咱要对第1节读到24节，搁4
24节、41节到46节。这是我来读18章第1节。过节日，伫第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讲：你去互阿哈看见你，我要落雨伫地上。以利亚就去，要互阿哈看见。迄时，撒玛利亚饥荒真大，阿哈就叫伊的管家的俄巴底来。俄巴底不止敬畏耶和华，因为亚瑟别灭耶和华家的先知的时，俄巴底用先知100人放伫洞内，50人做一组，用饼甲水养饲伊。阿哈甲俄巴底讲：骗行即个地到一切水泉边，甲一切溪边，检查咱会得到青草，互通马落活地，免伫前生一阵失落。对安尼，因分地要骗行，阿哈家己行一条路，俄巴底也家己行一条路。俄巴底伫路认以利亚拄着伊，俄巴底认得伊，就拍落去讲：你是我的主以利亚吗？因讲是，你去甲你的主讲，以利亚伫遮。俄巴底讲：我有犯什么罪？你竟然要将你的奴仆交伫阿哈的手来害死我吗？我指永远的耶和华，永远的耶和华，你的上帝来讲，无一族，无一国，我的主无找人到遐找你。因若讲伊无伫遮，就甲迄个国、迄个族的人就抓讲，因实在无拄着你。当你去讲，去甲你的主讲，以利亚伫遮，我一个离开你，耶和华的神要带你到我所毋知的所在。我去甲阿哈讲，也伊找无着，就要杀死我。总是你奴仆对少年是敬畏耶和华。当亚瑟别杀耶和华正先知的时，我所做敢无人甲我的主讲吗？就是我将耶和华的先知100人放伫洞里，50人做一组，用饼甲水养饲伊。当你讲，去甲你的主讲。以利亚伫遮，伊的确会杀死我。以利亚讲：我指永远万军的耶和华，就是我徛伫伊的面前的来讲。今仔日我的确要互阿哈看见我。俄巴底就去见阿哈，甲伊讲，阿哈就来见以利亚。阿哈看见以利亚的时，阿哈就甲伊讲：你这个陷害以色列的啊！以利亚应讲。陷害以色列毋是我，是你甲你老爸的家，因为恁去杀耶和华的诫命，去对遐的巴力。当你着找人组织以色列正人甲巴力的先知450人，以及阿撒勒的先知400人，食伫亚瑟别的道的，拢去加米山到我遐。阿哈就找人去以色列正人遐召集遮的先知到加米山，以利亚就近正变是讲：恁剩2红心，无决定要到什么时啊？那耶和华是上帝，就趁耶和华；那巴力是上帝，就趁巴力。变是无应一句。以利亚甲变是讲。耶和华的先知只有剩我一人，总是巴力的先知有450人。他就用2只牛肝仔互阮。巴力的先知通为家己拣一只牛仔，切规地，下伫栽顶，下面毋通落火。我料理迄只牛仔，下伫栽顶，下面也无落火。恁因求叫因的上帝的名。我求叫耶和华的名，迄个用火显应的上帝就是上帝。正版是因讲，即个话真好。咱再来看40节、41节。以利亚甲阿哈讲：你若通上去啉食，因为有大雨的声。阿哈就去啉食。以利亚上去加米山顶，屈身伫地面。面拍伫2个骹头屋的中间，对伊的奴仆讲：你就去海看。奴仆就去看，讲拢无啥物。伊讲：你搁去，着到7摆，
到第7摆，伊讲，看见有云对海离起来，细细亲像人的手。伊咧讲，你就去甲阿哈讲，着被班车落去，免伫互雨阻挡。点仔久的中间，遍天因为风甲有云乌暗，落大雨，阿哈就坐车去耶稣列。耶和华的手看伫以利亚的身上，伊就下药伫阿哈的头前行，到耶稣列的声明。咱读圣经到遮，这是咱要请马拉团契甲正大中青团契来献诗，伊要献的诗是：我的目睭要夜悬来望山，我的目睭要夜悬来望山。这是讲道，咱要请台湾新学院的吴梦汉老师来为咱来讲道。伊要讲的题目是：当耶和华的话临到，发声也是明哲保身。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感谢神，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我是台湾神学院的吴孟汉老师，目前在神学院是教新约圣经跟这个符号学。我本身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所以今天会用中文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在美国我也待了大概20年左右，在美国读书，在美国牧会，然后在不同的地方开拓教会，然后10年前才到台湾，到台神。那在进到今天的话语之前，我们先看几分钟的这个关于台神的目前的一些的介绍。进入生活每一个角落，伫家庭内面、伫工作内面、伫社区内面，展现丰富的生命力，真实来实践信仰的生命意义。伫台神，这款的态度受培养、受磨练，敬虔的操练是伫知识甲信仰的挣扎中，学习倚靠上帝的恩典，继续向前。伫真理的光照下面，看见家己的软弱，因为敬虔，互知识有谦卑的根基。互宣教有温柔的力量，去承接上帝交托予咱的使命。为学生行过痛苦甲精神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敬虔的操练。因为敬虔不是一种表现出来宗教的热诚，也是伫破碎中会通倚靠上帝。学生伫痛苦的中间学习的，就会带着伤，会通继续勇敢来行落去，也佫愿意来信靠上帝。咱所会通做的就是陪伴伊祈祷。为他依靠，互伊知影伊毋是一个人，也毋是靠家己就会通来赢过。迄个时刻就是信仰定军的时刻，也是训练伊会通活出一种信仰的深度。这款的态度是会通来受培养的，慢慢将敬虔内化出一款生活的方式。在台神学习知识，不是为了知道更多。而是一种认识、体认的过程。在课堂上，专心聆听老师还有不同学生的声音。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了解，我们学习与人与上帝同行，学习从上帝而来的智慧。这样的知识是寻求真理的过程。在这样过程当中，我们得着信仰的力量，让生命有根有基。我们的目标不是塑造一个神学家，而是塑造一个以爱、以真理行走在真道上的牧人。伫我家己过去信仰成长的过程中，真侪时阵拢只有一款对圣经的解读，来遮受装备了后，互我伫服侍顶面，也是伫看待别的代志顶面，会当看见无同款的解读，就袂缩掉。从小在老牧师的带领下，对于宣教有很重的负担跟热忱，所以我选择报名缅甸的短宣。我是去服侍他们，结果最后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我才是被服侍的那一个。宣教不只是飞去另外一个国家，它也不只是喊着传福音的口号。金钱的心和知识的力量，是我们做宣教的根基。如果我们有金钱、有知识，却没有用行动走出去，我们的信仰只是空谈。如果我们到处去宣教，却没有知识的装备和金钱的态度，这样子的宣教工作也将会带来不同的影响，甚至是一场灾难。宣教不一定要做跨国，但常常要有跨越心理的界限，这样子的心智，跨文化、跨种族，跨出舒适圈，走向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群体跟社群中，甚至是接纳与我们不同的人。宣教可能发生在异国他乡，也可能就在我们城市的街头、社区的长照中心或学校的校园里面。宣教它也不只是一个3分钟热度的活动跟行动，而是长久的尾声。因为福音不止于口中来宣告，它要被活出，成为光，
照亮在每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台湾新航院的使命是训练愿意委身、用信仰回应这个世代的传教者。所以，我用敬虔来培养生命，用圣经来装备知识，将神学教育甲教会事奉紧密结连，培养出备办敬虔知识、传教热情的属灵工人，然后找牵因行入这世界。各位亲爱的姊妹，阮邀请恁做伙甲阮正做建立上帝国的同花，请恁用祈祷来支持，用奉献来参与，让更较侪生命受到培养，成做主所喜爱的工人，让神学教育成做这个世代的祝福。台湾神学院是马偕设立的神学院，也因此我们非常强调、非常注重宣教的重要性。可是宣教它不只是到另一个地方，宣教它是在我们本身的生命、本身的生活。我们不只是要跟人家分享我们自己的生命，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更多的成为我们家人的祝福，成为我们周遭、我们社区的祝福。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先知，他在面对社会的问题的时候，他在面对他们自己先知学校的先知的问题的时候，他看重的会是公平公义，还是他看重的是神的心意？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的亚哈王与先知以利亚的对话。他们两个一碰到面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你是使以色列遭殃的人吗？”第一句话。而这句话是亚哈王他来质问以利亚。我们也马上看到以利亚的回复是：“你才是呢。”二人先告状，然后又马上的又来反驳。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刚才我们有念到的，到底圣经是在讨论谁陷害以色列人吗？谁使以色列家有问题吗？在这个词汇，我们看到使遭殃的人，不管是在希伯来文、在希腊文，让我们最印象深刻的就是约书亚记里面的亚干的故事。亚干经文告诉我们他是谁呢？他是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在约书亚记的第7章。他在约书亚率领以色列攻下耶利哥城之后，他偷取了本来应该要被消灭的东西，也因为这样的行为，导致以色列在攻打下一个城埃城。耶利哥城我们知道是非常难攻下的一个城，接下来的埃城呢，简单的多。他们讲说派2、3千个人就能够解决了这件事，可是他们却惨遭被埃城的打败。经文怎么说？在这里，当他们发现原来是亚干做的事情的时候，就一族一族、一家一家、一个人一个人的来质问，到底是谁？我们看到神的审判的时候，是一步一步一步下来的。所以在第7章里面21节，发现原来是亚干做的事情，他就说：“我在所夺取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外袍，200舍可勒的银子，1条重50可勒的金子。我看到这些，我就贪爱他们，我就拿去了。看哪，这些东西都埋在我的帐篷的地里，银子在外袍的
底下。当他们发现是亚干做的事情的时候，以色列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用火焚烧他们，把石头扔在其上。众人在亚干身上就堆了一大堆的石头，直到今日，也因此那个名叫做，经文这里的翻译是雅各谷，也就是跟亚干，也就是跟使遭殃的人的词汇是类似的。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到底圣经会再强调谁使谁遭殃吗？哪一位使大家遭殃？圣经也告诉我们，为什么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会听亚哈王跟耶洗别王后的吩咐，他们去拜了巴力神，他们去拜了亚舍拉女神。不论是巴力，他是海神，暴风雨的神，丰收的神，还是亚舍拉这样的一个女神，也是一个丰收的神，跟海跟雨跟母亲有关系的。他们为什么会去拜呢？在17章里面，经文让我们知道说，第1节，住在基列的以利亚先知，他就对亚哈说，因为你们拜这些的神巴力跟亚舍拉女神，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它就不会下雨，也不会降露水。到了今天的经文18章的1节，过了许多日子，到了第3年，耶和华的话终于3年过了，耶和华的话终于临到以利亚说，你去吧，去让亚哈王看见你。为什么呢？因为3年过了，要下雨了，很多的饥荒。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的决定，亚哈王听从了他的王后耶洗别，一个人的决定，他就可以影响整个群体。我们也看到为什么受伤的总是老百姓，伤害不是领导人造成的吗？可是领导人亚哈王耶洗别王后好像不受影响，这会符合我们认为社会的公平公义的理解吗？当我们看到圣经如何进一步的描述亚哈王的时候，我们会更加的质疑到底公义是什么。因为在列王纪上的第16章，他把亚哈王形容成是非常有功德的人，他带给整个以色列王国很多的发展，很多的进步。可是这样的一位国王，他怎么会带领以色列百姓走向去拜巴力，去拜亚舍拉呢？而且这样的一位国王，他在撒玛利亚做王22年，恶名昭彰的一个国王22年，这么糟糕的国王，他怎么能够统治以色列这么久？到底百姓要受苦多久呢？所以我们在看到经文的时候，我们或许要问一下，为什么国王和王后做的事情，老百姓就要因此受到牵连呢？在国王和王后的权力之下，百姓有得选吗？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俄巴底这个先知，他是亚哈王下面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个管家，他尚且不敢当面的抵挡国王跟王后，而是要暗地里把耶和华先知100个，50个藏一个洞，50个再藏另外一个洞，然后在饥荒的时候，没有下雨的3年半，找东西找水给他们喝。连俄巴底这样的一个先知，他都不太敢讲话，一般老百姓要怎么样发声？
这是我们所谓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明哲保身，有错吗？可是我们可以因此就沉默吗？因此就事不关己不发声吗？就算我们知道明明是错的，我们可以依旧说我在国王下面，我在王后的下面，我不得已，所以责任不在我身上，上面的人都如此这样，我一个老百姓我能够怎么样？我们可以这样子说服自己吗？所以以利亚面对这样的国家，这样的国王，这样的王后，这样的俄巴底先知，他怎么说？在这里他告诉我们，现在你要派人去召集以色列中人，以及耶洗别所供养的450个巴力的先知，跟400个亚舍拉的先知，叫他们到加密山来见我。在21节，以利亚就进前来对众百姓说，他对百姓怎么说呢？你们心怀恶意，心持恶意，要到什么时候呢？如果耶和华是神，那就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力他是神，那就顺从巴力。百姓一言不答。圣经学者往往就告诉我们，看吧，百姓就是这样，谁给他好处他就往哪里去，谁给他坏处他就不往那边去。百姓就是心怀恶意，他就看眼色，他就看眼神。我们在今天台神的请安主日，我们在训练传道人，我们在训练牧者，我们在训练宣教士的时候，请问各位兄姐，我们会希望这样不断的看眼色、看眼神的牧者、宣教士吗？可是我们讲说，那就应该发生吧。我们有那么多的寻道士吗？这样的拿捏要如何去判断？在国王的面前，在850个先知的面前，百姓怎么敢说话？先知们不是被藏起来了吗？俄巴底不是不出声吗？所以经文告诉我们，百姓一言不答，不代表百姓是什么？心怀恶意。记得以利亚是在大家的面前，在国王的面前，在先知们的面前，对百姓这样子说。他不是在针对百姓，他知道百姓的苦，有苦难言，他知道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所以当经文告诉我们百姓一言不答的时候，学者们是错了，因为学者们没有想到百姓的生活苦。以利亚先知是讲给这些国王听的，是讲给这些850位先知们听的。经文怎么说呢？接下来我们看到以利亚他就讲，做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力的先知却有450个人。好吧，那就给我们2头的牛犊。巴力的先知呢，可以为自己先选1头牛犊，切成小块，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1头的牛犊放在柴上，我也不点火。那你们就求告你们的神明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应允祷告降火的，就是神。各位，经文在这里非常有意思。刚才是百姓一言不答，现在在这些国王、在这些先知们的面前，百姓们说什么 ？Good idea, excellent， 好主意。百姓有声音的，各位，百姓可以说话的。好主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以利亚是在跟百姓们讲话，他让百姓们知道说可以讲话的，而且百姓仿佛突然间有权利、有能力做决定，说好主意。所以一般百姓
一般的人，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没有力量的，不要以为我们没有声音的。当神要做事情的时候，不是在看你有几个博士学位，不是在看我们有多少能力，有多少的钱，有多少的背景。当然这些重要吗？当然重要，重要，这些很重要。可是让事情能够成就的是耶和华，让事情能够成就的是神。其他的人也会因着我们的发声，不管是多么小的声音，他也会慢慢的说，我也可以有声音。我对圣经的了解，我的祷告，我的赞美，我的悔改，也会达到神的面前。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饥荒非常的严重，就算他们到处去找水，请问他们是在找食物、找水给百姓们吗？不是的。经文说，亚哈王关注的是他的马，他的马没有水喝，他的骡子，他的牲畜的死活，他关注的是这些。而俄巴底先知关注的是那100个先知，他们到底有没有水，有没有东西吃。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当第18章第4节，耶洗别他杀耶和华的先知的时候，俄巴底就告诉以利亚他做了什么事情。当百姓在这里进一步的跟以利亚对话的时候，以利亚这时候他才开始跟巴力的先知们讲话。一开始他没有跟巴力的先知们讲话，他只跟百姓。当百姓终于能够说话的时候，他讲：好，巴力的先知们，你们人很多，我只有一位。你们人很多，你们要怎么样做都可以，你们要怎么样选，你们要怎么样的把你们的巴力这个神全部叫起来，各这样的方式大声求告吧，都可以。我们今天的讲题是：当耶和华的话临到的时候，我们会发声吗？还是我们会明哲保身？它也不是关于到发声，它也不关于到明哲保身。为什么呢？因为以利亚他会做这件事，他会去见亚哈王，不是因为他想要去做。经文18章1节告诉我们是神告诉他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或许从我们角度觉得我们应该要做一些事情，我们应该要讲一些什么话，可是问题是，这是神给我们的感动吗？这会是神要以利亚去做的事情吗？所以在第18章30节的时候，以利亚就对百姓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百姓就到他那里，他就把那已经毁坏了的耶和华的坛修好。以利亚呢，他就按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耶和华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以利亚就用这些12块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了一座坛，然后呢，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纳2细牙骨。他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一步一步这样的做，然后百姓就倒水一次，到了第2次，到了第3次，以致沟里的水也满了。我们看到以利亚在做什么吗？百姓一言不答。百姓说：好主意，百姓来吧，做这些事情吧，把坛给他筑好。倒水倒了3次，以利亚在让这些百姓们知道说，我们可以做事情的。他再次的来拉拢这些百姓们，让他们参与到他的计划里面，借此慢慢的恢复百姓的身份，百姓的信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以色列。再次的提醒他们，他们是神所命名的，他们不是巴力的，不是亚舍拉的，更不是亚哈王或者是耶洗别王后的，
他们更加也不是以利亚先知的，他们是神的百姓。所以经文在这里18章22节尝试的告诉我们，当以利亚说做耶和华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位的时候，以利亚他讲错话了，他太过于看重自己。俄巴底不是跟他讲吗？我在这里，俄巴底先知，还有100位先知。所以当以利亚认为只剩下他自己的时候，他忽略了神，他忽略了其他人，他也忘记了俄巴底，他也忘记了俄巴底所救下的先知。有时候我们在参与神的事工的时候，我们太过的只看到我们眼前的。所以为什么台湾神学院会很强调宣教？宣教是走出去看到神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些老师学生们，他们脸上是有擦一些粉嘛，哈，这粉呢是在缅甸他们的当地的百姓他们会擦的，哈。所以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才看到原来神在不同地方也有工作，也有所作为。各位兄姐，我们很难不看权威、权势，我们很难不被群众、制度所束缚着，我们很难不人云亦云，我们也因此容易忘记自己的身份，以至于不敢讲话。可是当有人讲话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会因为你的讲话，也慢慢的意识到我们是可以发声的。可是我们要记得，第一个发声的不能凭着我们的血气，就因为我们看到觉得我需要发声，我就发声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忘记了神，因为神有他的计划。所以在这里的经文第18章的36节，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呢，先知以利亚就近前来说：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我是您的仆人，我遵照你的话做这一切的事，求你应允我。耶和华，求你应允我，使这百姓知道你是耶和华神，是你叫他们回心转意。重点是我们是谁的百姓？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在这里不再是雅各，他把雅各改成以色列，为什么呢？因为是神命名我们的。那12块石头被用来建神的这个神坛，是来提醒我们，我们是被神命名的，是再次给我们机会，要我们回心转意的神。但我们需要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我们要把12块石头搬出来。所以今天早上，听到文山教会过去的历史传统，听到跟马街的这样的一个的关系，这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使命，这很重要的。以色列人他忘记了，所以以利亚说：再来，我们再来做这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参与，再次的献祭，再次的求告神，我们才会再次的意识到我们是谁。所以在今天一开始所提到的，重点不是谁让谁遭殃，重点也不是在于说谁敢发声，谁不敢发声，这它不是重点，因为这些都是在讲过去的事情。过去当然重要，可是我们不能卡在过去。之所以宣教，它就是往前再走，往另外一个地方再走。我们的心胸，我们的视野，可不可以看得更加大？上帝国，我们看得到吗？我们参与在其中吗？所以重点都不是这些，重点是我们是谁。神所命名的，我们是站在谁的面前？在列王纪上第19章，
当以利亚，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故事，当以利亚忘记的时候，刚刚在加密山上，他才打败了这些先知们。到第19章下一章，耶洗别王后一听到，他就不开心了，他就要追杀谁呢？以利亚。各位，我们有没有想到，加密山上打胜了仗，可是下一秒钟19章耶洗别要追杀他的时候，以利亚怎么说？算了吧。我们讲说，你刚刚才是高潮，怎么下一秒钟就跌到低谷了？他的反差也太大了吧？因为以利亚想的是什么？在19章，他不断的说：“只剩下我一个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我为你大发热心。”可是周围的弟兄姐妹这些百姓都没有反应，只剩下我一个人。他讲了2次，他跟神说讲了2次，以至于在洞口的面前，神说：“你出来。”地震里面神在吗？大火里面神在吗？还是神在小小的声音里面？神在小小的声音里面。以利亚或许打胜了仗，太过高兴，忘记了。下一秒钟，他就讲说：“我不行了。”那圣经告诉我们，以利亚之后就马上是谁？以利沙先知就出来了。我们或许看到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要马上的解决。而这里的问题是谁呢？是亚哈王嘛？因为是亚哈王把百姓们带离了，从耶和华到巴力。问题是谁呢？耶洗别，对吧？是耶洗别让大家来拜这个女神。可是经文非常有意思的告诉我们，我们要到列王记上，今天看的是18章，我们要到22章，我们才看到亚哈王在战争中死亡。最糟糕的是耶洗别，各位，耶洗别是在什么时候他才遭遇到审判呢？列王记下，他到列王记下第9章，我们会不会等不及了？怎么要到列王记下第9章？现在是列王记上，列王记下第9章，耶洗别才遭到他的审判。我们会不会讲说神啊？可是问题是我们是谁？假如神是神，主权在于神，就算我们参与神的计划，我们不能够兴奋过度，忘记了从头到尾。假如我们是神的百姓，是神所命名；假如我们出去的宣教，假如神学生在神学院的造就，忘记了最终是神在掌权，以至于在过程当中，我们要不断的询问、寻求神啊，你到底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虽然很想要做事情，现在，可是主啊，这个是你的时机时候吗？还是我们说不行了，现在就要做了？我们要到列王记下第9章，耶洗别才遭受到审判。在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当以利亚先知这样子讲的时候，让百姓知道你是耶和华神，是你叫他们回心转意，以至于当这个献祭在祭坛上的时候，火降下来，百姓怎么说呢？经文告诉我们，在18章的39节，大家就覆脸于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但愿我们所做的是让人宣称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倘若降火的是神，降雨的也是神，我们就需要确认是否在神的计划里。我们如何确认呢？我们关心的是谁？我们关心的会是什么？是政权吗？民生吗？耶洗别吗？对亚哈王来讲，对亚哈王来讲，牲畜吗？还是对以利亚先知来说，当下的胜利吗？若是，我们的确认就会有问题。
但愿我们关心的是求告耶和华的名。但愿我们关心的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但愿我们关心的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献上感谢，我们感谢你呼召马偕到台湾，从加拿大到美国，到英国，到不同的地方，到台湾，以至于把台湾当成是他的家。因为是主，你的上帝国，让他看到，只要是在主你的计划里面的，我们愿意参与，也给我们能力能够参与在主你的计划里面，以至于马偕的故事如今依然在我们当中。但愿我们今天众弟兄姐妹，我们的故事也成为了见证，我们的故事也成为了其他人以后在谈及文山教会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参与了神的工作，参与了神的计划，以至于有今天的文山教会。求主你垂听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咱来唱回应的诗，神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主，你甲我带，佮保护，教示我言行谦卑细正，助我逐日遵守你诫命，互我伫黑暗中做光明，对找引带失迷的人。这是我人生迫切的愿望，请咱起立来吟传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若无我毋敢家己来行。恳求你甲我带个保护，假使我言行谦卑细正，暂我带你遵守你诫命，互我伫黑暗中对光明，对找引带失迷的人，这是我人生迫切。请坐，奉献，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说出你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
请坐。这是来报告的大声，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伫咱的周报第2面，咱来读2解。请。伊利亚就正摆的生讲，恁存两样心，无决断要到什么时啊？那耶和华是上帝，就着趁耶和华；那巴力是上帝，就着趁巴力。拜是无应一句，列王记上悬10章21节。伊利亚就正摆的生讲。恁存两样心，无决断要到什么时啊？那耶和华是上帝，就着趁耶和华；那巴力是上帝，就着趁巴力。八是无应一句话，列王记上悬18章21节。好，咱来看后礼拜事工分担伫咱的周报第3面。后礼拜领唱是献歌队，司礼这边更正一下吼，司礼是张恩林长老，司琴是黄慧谦，献诗是少年团契，司献是谢依宏甲潘秀丽，交代是谢依宏甲何泽文，音控是施浩轩、许承恩。咱来看后礼拜拜3查经祈祷会，咱要读的经文是，咱查过的经文是哥伦多后书第3章，主理是李传德，师的是林宗豪执事。咱来看后礼拜日，咱要主理是科牧师，伊要讲的伊经文是士师记21章第1节到第7节到25节。题目是纷乱之后，请咱伫厝里当来先查过圣经节甲圣诗。咱即时来看第6面的消息报告。今仔日是台湾新学院的奉献主日，有请到吴梦汉老师前来正道，请兄弟继续为着新学院来代祷甲奉献，伫遮来代表教会，吴老师来谢谢。好，第2，社青小组的生命成长课程，伫今仔日的1点半到3点半要伫大会室来上课。第3，咱的2025年的圣诞节甲感恩节的活动，咱的圣诞节甲感恩节的邀请卡已经做好，有看到，遮水啊！有2个版本啦吼，放伫1楼的柜台，大家当来摕来邀请咱的朋友来参加。好，来，咱来看感恩节的活动。伫11月22拜六，咱伫中昼1点到3点，感恩节有爱宴，伫咱的地下室。咱已经咧继续咧登记咱的菜色美牛啦吼，请大家搁踊跃来填写。第2，咱3点到4点半有三妈唱歌的见证音乐会吼，咱伫礼拜堂2楼礼拜堂，嘛请兄弟来邀请朋友来参加。刷来，咱伫5点，咱有一个圣诞的点灯仪式伫咱的教会中庭。好，23号感恩节是连续礼拜1讲无欢喜的礼拜吼。圣诞节的活动伫22甲24拢有活动，请咱大家来看。第4，献歌队的司琴的老师的异动吼，咱曹伟林老师伊工课做甲11月3号，互咱感谢曹老师这几年来伫司琴服侍顶的辛劳甲付出。刷来，咱有邀请杨如意老师来刷接11月甲12月献歌队司琴的服侍。好，报告到遮，毋知有新的朋友无？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有一位新朋友来到咱的中间，伊坐伫后壁面，伊叫李正环先生，欢迎你。好，欢迎李先生来咱教会。这是咱来行平安的，咱互相来请安。
真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囝儿。咱拢真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真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真多生，因为耶稣你革命。耶稣来有个我的人生，欢喜用主主我命，欢喜愿你出听，因为耶稣福山也出事听。请咱犹原徛地来吟祝福的诗，神圣诗397首。愿主祝福保护你。吟诗刷，请科牧师来祝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救赎甲恩典，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众人伫地，对一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默祷。礼拜即是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